台南陈庆公宗亲会伫咧10月23号中昼，伫新铁新安宫的庙埕举行一年一度的制作大典。今年宗亲会上振奋人心的是，已故市员陈正义伊的查某囝陈诗薇，将出马参选这届安南区市员选举，传承父亲的志愿，继续为安南区争取建设。我是诗薇我也是代表让陈氏宗亲会今年要来参选咱安南区市员候选人陈诗薇希望陈氏女儿要来参选继续这个机会会当有来这个机会为着咱安南区继续的服务为着咱城市的宗亲会茁壮，为着咱地方发展更愈好，建设更愈好陈庆公宗亲会这届是由陈东富担任会长，陈福基是总干事，罗柱则是担任长。阮这个组呢是由这个金门来过来了，来这个开心开心来带卖落去了，会去分一支来这个身体安尼。每一单拢会制作。咱宗亲会今年的罗主，其实伫阮爸爸迄阵20几档前办过一届，到我手嘛20几档来咱的宗亲是愈来愈旺盛啦咱这个庄头种嘛发展了真好希望大家会当来阮这个庄头行行，来阮这个庙行行，阮这个庙更加兴旺。抱着服务地方、建设家乡的信念，陈诗薇希望大家给伊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恳请大家11月26号安南区议员选举，请投6号陈诗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